他們對雜物越想越窮，散養破財物件立刻清，就嚟零成本摧財。大家先停下手頭所有事，1分鐘捫心自問，你是不是特別省？買件衣服貨比三家，買菜多走幾條街看價，幾十塊錢都反覆盤算，可銀行卡永遠存不住錢。家庭接二連三害，家人接二連三害，家人輪番生病，莫名其妙，仲有大戶開銷往外流，辛辛苦苦賺的錢留不住半分。很多人以為基建是好事，捨不得讓舊式苦花草拖地毯，他們堆滿破爛雜物，這根本不是錢錢，各種同風水裡，這叫主動漏財，制造主動漏財，製造窮氣，我看風水幾十年。經過無數老實人在家門口這點小事上，甚至塊廢品錢，會幾萬、十幾萬、十幾萬積蓄，得不償失。聽完今天的期，今晚回家立刻整改，財源半個月就能明顯回落。老話講，人在手中大門，大門就是一頭瘋子的嘴巴，然後全我唯一拿財、拿貴人、拿機器的關口，財神好運全從大門進宅。而事實人天天吃發霉發臭的東西，身體能好嗎？同理，門口堆滿帶絲霉氣、煞氣的破爛，財神走到門口聞到衰敗咗氣，轉頭就走，窮神病氣、商人病氣、小人煞氣，反倒順着雜物扎根家裡，呢啲只會越過越糟。今日不講虛的，基本重點，先講是個90%家庭天天犯，不起眼卻持續漏財的小細節。在財街三大門口討好破財業務，附帶正確收納、零成本催財佈局，最後一套完整定價引財陣法，全部簡單落地，不用花大價錢。先說4個隱形漏財坑，家家中找，很多人完全沒察覺。第一，門口對人物就散，關顧就散，散射因着有遮擋遮蔽之意，失落雨傘，只對人水氣，長期的玄關等於把財氣死死擋住。財神根本進不來，斷骨破損雨傘更帶破敗氣場，風越久財運越差。就算超過1年，不用直接丟掉，別對門後。第二，沒想睇過期春聯，發黃破損年畫，可能睇到灰塵褪色轉變，洗不乾淨還留殘膠，就年裡常年不換。這些物件沾滿去年衰敗氣場，就每次散不掉，新年繼續進不來，誰也財運年年原地踏步。年初一定要清理乾淨門楣牆面。第三，玄關放開嚟，幫就靜着。靜着風水就反光更少，但破鏡璀璨破碎，每天出門照鏡子，事業財運健康人緣四分五裂。至於周日口是是否要安全，將這只要開嚟，別講究，馬上更換。第四，門口囤積紙箱、塑料皮就包紙，很多長輩將廢品等着變賣。一堆堆堵在玄關，廢棄物品習氣最重，家中屋內煙氣。為了幾塊廢品錢，諸葛源源不斷打財，實在糊塗。廢品當天清理出門，不要隔夜堆放。以上4樣，明天全部一併清理，玄關氣場立刻清爽大半。接下來講殺傷力最強、家家戶戶都踩雷的3大破財業務，只要門口有其中一樣，全年持續漏財。第一大破財元凶。門口發霉舊鞋，閒置爛鞋，絕大多數人家門口鞋櫃堆滿鞋子，鞋底磨損，皮鞋掉皮，潮鞋發霉發臭，放幾年不穿也捨不得扔，這是最致命漏財局。日嚟鞋後愛同人大門口堆滿一堆破舊髒鞋，一家人每一出門進門，都一夜夜唉聲嘆氣，於是怎可順暢？因素扛起財地面，去過醫院，才是搶起財地面，去過醫院才是搶。雜亂公共場所，鞋底沾滿兵器渣沙，小碗堆積在門口，玄關直接變成霉運儲藏室，每位家具把進門財氣全部沖散。我分享一個真實客戶案例，陳女士丈夫做事業，生意原本穩定，連續2年客源流失，還在在小頻繁又麻煩，夫妻天天為錢爭吵。我上門一看，大門內外堆34雙舊鞋，大半發霉破地。我當場直言，爛鞋代表破敗，鞋底穿孔等於財庫漏地，門口煞氣都市，貴人絕不登門。我讓他當天全部打包丟棄，鞋櫃徹底消毒清潔。不到2個月，老客戶主動回頭簽下大單，家庭矛盾也大幅減少。鞋櫃設計正確聚財擺放法： 1. 鞋櫃高度不能超過成年人肩膀，
更不能高過大門，高過壓財，財氣之門直接被壓制，高度到右肩最後勢，穩受財苦。好，殘穿舌嘅舌頭朝內，舌根朝外，舌頭向內寓意財氣誘誤，舌頭朝外等於家財向外流失，佔多少留不住。長舌高跟舌，切忌行氣血巴亂對，白放整齊，氣場平實，財源穩定。三類設計不能放玄關做門口，或就拖鞋放陽台衛生間。登山運動鞋泥土雜氣重，放門外側邊通風處。長輩遺留舊鞋陰氣重，收藏物件或者妥善處理，不要長期擺在門口。衣櫃內不存放現金，存在重要證件。衣櫃收納晦氣，錢財放這裡只會越放越窮。第二大破財元凶，可是理解只會假話幹話。很多人會裝飾門口，擺放紅葉爛根的枯盆栽，或是羅滿圍成塑料假花風乾話。看似美觀，實則引煞有災，好心辦壞事。風水裡植物旺財的好心是生命力旺盛，綠枝枯萎，代表已經替家中擋下煞氣，生機耗盡，轉化成濃重死氣、病氣。大門口是吸納生氣的核心位置，擺放枯草等於在家門口佈置死亡氣場。開關門時不斷衝進屋內，老人容易突發慢性病、關節呼吸道問題。年輕人精神萎靡，就是求萎靡，就是處處碰壁，財源直接被死切斷。間屋間外危害更甚，話危害更甚，代表虛假繁榮，長期擺放容易結識虛情假意的人，遇上金錢不安、收取騙財的小人，夫妻財氣終於難逃我，破壞家庭和睦。更或是植物屍體陰氣後續，造成家中陰盛陽衰，難做些手足。之前一位中年客戶辛苦賺下100萬，積蓄準備養老，玄關常年擺布滿灰塵、塑料牡丹，後來親信外人投資虛擬貨幣，全部身家被騙一空。更嚴就在門口假話蒙蔽心智，招來欺詐小人。門口走財立即靠水與擺放，選一天寬大，世界長利，鳶音凹塞平足，避開尖刺，落葉植物，以大葉萬年青。陽氣充足，擋煞招財，適合大門對走廊、樓梯對沖戶型。二、發財樹放大門左手青龍位，旺貴人、事業運，根基穩固聚增財。三、四配富貴竹生枝和五枝，擺玄關台面，旺運長，利於子女學業。擺放規則，大門兩側各一盆即可，最多2盆，過多雜亂散財，左高右歪。青龍位高生旺。白虎為地而受財，有路見過一啲怪水，一場青收整行業，很多積水即時倒掉，植物一旦枯萎立刻更換，一盆枯木帶來的漏財影響，遠超使用簡單風水布局。第三大破財元凶，破東佔地點，門口堆放清潔工具、垃圾桶。門口大拖把、垃圾桶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破財隱患，很多人隨意擺放，親手把財神擋在門外。地點是大門第一道過濾網，吸納外界泥沙尾氣，地點破損窗口，等於財庫底部破洞，財產留多少漏多少。但在常年污瘴發臭、污穢之氣直接帶進客廳，加在財運衰敗。掃到扣保，專門清掃垃圾衰氣，自帶污穢煞氣，針對大門擺放，風水則掃地出門。財神貴人進門迎命重正掃把，直接轉身來，開始從事全污穢聚集點，把門口做起鋪面來，財氣更無法進門。增加要求，地點出現破洞、頑固污漬，無法清洗，立刻換新。來開把垃圾桶全部收進廚房，衛生間隱蔽角落，門口視野範圍內不能出現清潔雜物，玄關保持空曠光亮，財氣才能暢通無阻。3套零成本，玄關招財小布局，當天布局當天見效。配理完3大事物，搭配簡單布局，加速聚財，操作毫無難度。臨坎下方屋地前，有門檻就把屋地前置朝上，順着入戶方向平鋪，足夠外界煞氣小人，引財進門。無門檻開門尾內側，或放置鞋櫃頂層。2. 門內側側邊過偏讓葫蘆，開口朝下。葫蘆諧音福祿，吸納兵器美人，守住家財，家中多病頻繁破財，可選銅葫蘆，經濟聚財化煞，
切記不要掛大門正中作等詞求。3. 相關左手邊擺迷你聚寶盆，陶瓷圓環，北美硬幣衛生圓圈，中正方圓銀冠藍絲，綁格紅布，陶瓷主材不透氣，玻璃盆材質外設不推薦。素盤米傳正在英才大增，生不斬斷多年老菜根源。如果家裡常年存不住錢，災後不斷，請你找屋後做這套陣法，淨化全屋4大技巧。第一步，更換春色大紅全新地基。紅色屬滋養之火，焚燒一切陰濕煞氣。開門見紅，寓意鴻運當頭。每夜入屋4大旺氣進宅，不懂戶型無形嘅家庭，直接選用紅色最穩妥。第二步，除煙淨化磁場。去廚房除下煙，大門內外4個角落各撒一小撮，喺煙時拿下陽春陽之氣，淨化殘留霉運病煞。靜置氣煙後清掃丟棄，循環磁場煥然一新。第三步，點亮明堂引財。玄關更換高亮度暖紅色光燈，來樹3晚通宵開動，明亮光線是強旺陽氣，遠距離財氣會被光亮吸引誘惑，財神偏愛光亮乾淨的住宅。內外扶正月度人才意識，農曆初一15早上7點9點產生陽氣最上操作，完全敞開大門，在屋內雙手合十，模擬上邊開門迎白虎，財神過人有我屋，闢家平安財運順，金銀滿屋福滿堂。深呼吸，想象建設財氣湧入家中，生命越長，催財效果越強。最後跟大家說句實在話，很多人把風水當成是一些迷信，其實它本質是人居環境學問。門口對門破爛，坐次未滿，代表內心囤積負面負能量，造物清燥，等於為財運好運騰出空間。極簡不等於囤積破爛，被人捨不得丟棄舊物，連你無端破財。天天看完呢個行動，清理門口所有破財物件，擺上簡單招財布局，18年財口穩固，少病痛，少是非，貴人主動上門。一轉發給家人朋友，很多長輩觀念固執，旁人勸說不聽，看我這次講解就能明白其中厲害，幫家人消除窮氣，也是積累福報，只有財運回饋自身。